停一停，記住你上一次出農藥點係幾時？唔係幾年前，唔係幾個月前。我講嘅係你最近嗰次，係你望住卡子棵棵葉底一粒粒小親，心急如焚咁衝出去買嗰次。你買返嚟，照足包裝指示咁噴到棵菜忽晒，聞到嗰陣刺鼻嘅化學味道，鬆一口氣，終於搞掂咗。之後2個星期，橙係返嚟嘅，唔係你噴得唔夠，唔係你買錯咗，唔係你用法有問題，係橙係會返嚟嘅，年年咁，每次咁，每個種卡子嘅人係咁，幾乎冇例外。你知唔知道點解？係因為農藥呢類嘢係設計咗有你買多咗一次嘅，佢解決症狀，唔解決原因。原因係個環境適合橙，農藥冇改變個環境，橙冇理由唔返。你聽到呢度有冇覺得熟悉？我今日告訴你一樣嘢，係一樣放喺你附近超市入面，你每個星期都可能見到，價錢係幾文至10幾文港幣一戰嘅普通食材，但係佢對卡子嘅害蟲嚟講，係遠遠強過任何瓶裝農藥嘅天然屏障。唔係比喻，係有機制支持嘅真實效果。而係呢樣嘢係點運作嘅？跟住我逐步解釋清楚，又留到最後，因為轉捩點係喺後面。有件事你又先聽清楚，每年花幾百蚊買農儀，眼支支睇住橙返嚟，再花多幾百蚊，呢個循環唔係你嘅錯。係因為冇人告訴你有更好嘅方法。農藥店嘅老闆唔會告訴你，因為你知咗就唔係佢嘅貨。靠總裁嘅視頻，大多數唔會告訴你，因為贊助商係賣化學產品嘅。你身邊嘅鄰居大多數都同你一樣，係咁潘，係咁買，係咁聽期。你係按照大家都以為正確嘅方式去做，你付出細膩嘅心機。問題係你一開始就俾人指錯咗方向。而家我等換一個方向。今日你學到嘅方法，唔使花大錢，唔使接觸任何化學品，唔使單止食咗落到係咩？因為阻止害蟲嘅嗰樣嘢，你而家可能都係放喺廚房入面用嚟佐助嘅。佢係點樣令卡子唔生長嘅？背後有一個節目本身嘅生存機制。知咗之後，你會明白點解農藥永遠係治標，而係樣嘢係治本。但係我要先帶你計一計數。治完，你先會明白改變嘅理由。計一計，你從一顆卡子一個季度落去嘅農藥開支。第一次爆蟲，你買一支殺蟲食水，一支中等價位嘅，係70-80文港幣，有時仲貴啲，係100文。噴完2個禮拜後搶返嚟，你買多一支。因為你以為係上次份量唔夠，呢次買大支啲，係100文或者更貴，但係價格都係一樣。之後係殺種節，因為殺種水係殺唔到葉底我啲細小嘅紅蜘蛛同白粉蟲，你發現之後要另外買一支，又係60-70文至100幾文。因為唔同種類嘅蟲要唔同種類嘅藥。再之後，茄子因為長期接觸農藥，加上蟲係輸着咗抵抗力，
概說出成微斑。你買沙滾節又係7-80蚊，全部計埋，一個夏天一顆茄子，保守估計300-400蚊港幣落去喺農藥上面，種出嚟嘅茄子有農米殘留，自己煮嚟食都唔放心，皮色霜白，肉質鬆，煮出嚟冇嗰種茄子應有嘅甘味。相反，我今日要告訴你一樣粗事嘢，全字用落去係10蚊左右，係你買一次用足整個夏天嘅份量，而且食落度係完全安全嘅，因為佢本身就係食物，唔係農藥。你嚟唔嚟得到係咩嘢？如果你而家係茫然嘅，好，繼續聽。因為答案前面仲有一個你需要知道嘅故事，係呢個故事令你明白呢個方法點解有效。唔係你要忘過信任我嘅說話，係你要明白背後嘅道理先。而如果你而家嚟到係蒜頭，咁你係對嘅。我定繼續，因為你知係蒜頭，同你知點樣用，點解有效。用幾多份量，用幾耐一次，係完全唔同嘅兩件事。呢個方法唔係我發明嘅，係幾十年前新界嘅農夫用緊嘅。佢叫梁福常，係1950年代初喺元朗景田附近種菜嘅農夫，係戰後香港嗰批靠農業艱難為生嘅新界人之一。5個年代農藥係有得買嘅，但係貴，一班農夫係唔捨得落本買嘅，更加唔可能一爆種就即刻去買。梁博省緊嘅係柿子同青瓜，係嗰個年代新界常見嘅家常蔬菜，靠住賣去街市換生活費。有年夏天旬夏特別嚴重，成條村好多農夫嘅柿子都爛尾。梁博嘅鄰居用盡佢哋買得起嘅農藥，結果都係越噴越差。柿子皮上面留有農藥味，街市佬都唔願意要，片價都賣唔出，損失慘重。梁博冇買農藥，唔係因為佢唔驚，係因為佢根本買唔起。但係嗰個柿子竟然係全村損失最少嘅一批。街市樓收可，皮色邊，賣相好，還算值錢。鄰居問佢：福常，你用咩嘅？係咩特別嘅料？梁博笑笑口答：蒜頭水咯，邊有咩特別嘢？我阿媽教我嘅，話蠢唔中意嗰個味道，索性就唔拉。係佢媽媽喺廣東鄉下帶過嚟嘅習慣，喺廣東農村用咗唔知幾多代人嘅方法，將幾粒蒜頭焦爛、浸水，翌日用嚟噴喺茄子根同葉堆，唔係噴茄子個果，係噴雜物本身。純燒到氣味唔舒服，飛走，唔係被砸死，係覺得呢個菜唔係好地方。去別處，呢個方法係知識，係經驗，係幾代人種菜積累落嚟嘅君產，係完全免費嘅，係唔需要任何人批准你用嘅，係你家裏廚房本來就有嘅材料。係點解呢個方法幾乎從來唔係正式嘅農業教材？係因為蒜頭水冇品牌。賣唔到錢，唔會有公司落廣告推廣，唔會有農藥店老闆主動介紹你用。梁博嘅鄰居唔係知唔到，係大家都已經習慣咗買農藥係正常做法，冇人停低嚟想係咪有更簡單嘅選擇。如果你覺得梁博嘅故事值得知道，落個讚先，唔係為咗我，係為梁博同埋佢阿媽。係為所有靠雙手摸索出呢個智慧嘅廣東農夫，佢哋冇得到任何認可，
但係佢哋知嘅嘢係真嘅。你而家明白係咩嘢令呢個方法消失咗？係市場，係廣告，係習慣。而家我哋會解釋清楚點解蒜頭水係有效嘅，呢個係最重要嘅部分。因為明白點解，你先知點樣用得落。蒜頭入面有一種叫做大蒜素嘅天然化合物。廣東話平時唔點講呢個名，但係你一定瞓過，係你切蒜頭嗰時散出嚟嗰股強烈嘅辛辣氣味。你有冇諗過點解蒜頭要有咁強烈嘅氣味？植物係唔會無故咁消耗能量做嘢嘅，每樣有用嘅東西都係有原因嘅，係進化出嚟保護自己嘅機制。蒜頭嗰股氣味係植物本身嘅防禦術筒，係用嚟令試圖傷害佢嘅昆蟲覺得呢度唔安全、唔舒服，主動避開。係大蒜素一個化合物嘅揮發性，令氣味係咁飄散，令昆蟲嘅嗅覺感到混亂，純靠氣味導航去往食物同產卵嘅地點。當周圍嘅氣味係強烈嘅大蒜素，佢哋係往唔到架子本身嘅氣味嘅，係咁揮手，係咁去別處。我哋照呢個做雙米保護罩，係一個你用蒜頭水幫植物建立嘅無形屏障，覆蓋住整棵架子周圍嘅空氣，令害蟲嘅感應系統接收到錯誤信息，以為呢度唔係合適嘅落腳點，自然就離開。呢個同農藥嘅機制係根本上唔同嘅兩件事。農藥係殺，係等蟲嚟到先殺，但係殺完之後個環境係冇變嘅，蟲仍然係知道架子喺度，下一批蟲係會嚟嘅。蒜頭水係豬，係蟲嚟到之前就令個環境對蟲嚟講係陌生嘅，係唔舒適嘅，係令第一批蟲唔嚟，第二批蟲都唔嚟，因為個信號係持續發出緊嘅，只有你定期補充。仲有一樣好嘢你要知，大蒜素係一種有機化合物，喺空氣中係會自然分解嘅，唔會殘留喺架子個果入面。你噴係根同葉堆，唔係噴係果，係咁架子本身係完全安全嘅，係同你平時買嚟煮咗嘅蒜頭係一樣嘅東西，唔存在毒性殘留嘅問題。你明白呢個機制之後，有冇發現一件事？呢個方法越早用越好，唔係等蟲嚟晒先用，係蟲未嚟之前先建立個屏障，係咁先係真正嘅保護，唔係補救。你有冇係咁等出事先算？我哋下面係講呢個，你知道呢個方法係有效嘅。仲有一個地方嘅人係靠類似邏輯種菜嘅。1970年代，法國南部嘅普羅旺斯農村種菜嘅農夫係有個傳統，係用新香料植物種喺菜園嘅邊緣，包括薰衣草、百里香，種落蒜頭，唔係用嚟食，係用嚟追蟲。法國農業研究所嗰時研究過呢個傳統，發現種喺邊緣嘅新香植物係真實減少咗田間害蟲密度嘅，唔係迷信，係有記錄嘅結果。梁伯阿媽帶嚟嘅廣東方法，普羅旺斯嘅農夫幾千公里外同一個時代係咁做景。兩個地方，兩批互不相識嘅農夫，靠觀察同經驗，各自得出同一個結論：辛辣嘅香氣係保護植物嘅。呢個唔係偶然，係因為呢個道理係真嘅，係有植物學基礎支持嘅。
係全球唔同文化嘅農夫係咁各自發現嘅。只係從來冇一個賣農藥嘅公司係有動機將呢件事廣泛推廣俾你知。而家你知咗，下面係你點樣落手去做。10個種茄子嘅人入面，有9個係犯定一個同樣嘅錯誤。你可能係其中之一，但係聽完你就知要點轉。錯誤係呢個，見到蟲先噴農藥，農藥有效，學菜冇事。過一段時間，蟲返嚟再噴，係咁反應，係咁補救，從來唔係提早行動，從來唔係喺蟲嚟之前建立報告。係咁做嘅問題係，等到你見到蟲嘅時候，蟲其實已經係第3、第4代咗。第一批蟲係喺你留意唔到嘅時候來過、產過糧離開咗。幾個星期後，你見到嗰啲係已經繁殖完一卵嘅後代，係已經建立好落腳點嘅族群。呢個時候先噴，就算農藥有效殺死呢一批，下一批出來嘅係唔願意，因為個環境仍然係適合蟲嘅，個氣味對佢哋來講仍然係熟悉嘅、安全嘅。仲有個細節令情況更差，你見到茄子個果上面有蟲，你直接噴喺個果，希望快啲殺死佢。但係咁做有2個問題同時發生。首先係農藥殘留喺果皮上面，你之後食嗰個係你自己，係你屋企人。其次係你噴嘅位置係錯嘅，因為好多害蟲係喺葉底產卵繁殖嘅，個果只係佢哋嘅其中一個去處。噴完個果，葉底仍然係安全嘅避風港。上頭水解嘅係根源，改變整棵植物周圍嘅氣味環境，令蟲從一開始就決定唔來落腳，而唔係等佢嚟勢先應付。係點樣做？我而家逐步話你知。第一步，買4至6粒蒜頭，用刀拍扁，唔使切到太碎，係咁拍碎，令大蒜數十放出來就好。然後浸入大約500毫升清水入面，放喺陰涼地方靜置1個晚上，大概12至16個鐘。你而家有嗰度我啲蒜頭味，唔使過身嘅。廚房剩低攞啲發咗芽嘅蒜頭一樣有用，甚至大蒜素含量係更高嘅，因為發芽係釋放防乳化合物嘅過程。第二步，薏仁將整過蒜頭嘅水用細眼網或者紗布勒走蒜頭碎，倒入噴槽，唔使撕成，直接用原液。因為原液嘅濃度先係夠令氣味屏障發揮作用嘅。第三步，噴喺茄子嘅秧、葉底同葉面，特別係葉底，係呢個位置係害蟲最中意產卵嘅地方，係呢個位置嘅屏障係最重要嘅。記住，唔係噴茄子嘅果，係噴植物本身。果係食嘅，植物係保護嘅位置，唔好混淆。噴嘅時機最好係早上，唔係正午，唔係落大太陽嘅時候，因為氣味係需要喺相對涼爽嘅空氣入面，先可以好好咁留喺植物表面。正午高溫會令氣味過快揮發，效果減半。第四步，每7至10日種闊1次，唔係等見到長先種闊，係定期補充。
維持住個氣味屏障係持續存在嘅。落大雨之後，要即日補噴一次，因為雨水會沖走表面嘅氣味，個屏障需要更新。你而家係天台或者露台種卡子係幾月份？話我知，因為唔同月份害蟲嘅高峰期係唔同嘅。我可以告訴你係咩時候最需要密集補噴，咩時候可以輕鬆少少。留言話我知你係邊區，係幾月份開始種。我哋可能係下一條視片繼續講你嘅具體情況。而家將所有嘢組合埋一齊。蒜豆水嘅香味保護罩係喺蟲決定落唔落腳嘅第一個環節發揮作用，係從根源改變個環境對蟲嘅吸引力，唔係等佢嚟晒先補救。你每7至10日補一次，整個夏天嘅卡子係活喺一個對害蟲嚟講氣味唔對嘅環境，佢哋感應唔到卡子本身嘅氣味，係咁飛走往其他地方。定期噴係提早行動，唔係等出事先算，係害蟲嘅第一代偵察兵來到之前就已經話俾佢知呢度唔係你嘅地方。係咁先係真正嘅預防，唔係反應，唔係補救。兩個動作加埋，一個夏天，蒜頭嘅花費係10幾萬港幣，收返嚟嘅係無農藥殘留嘅卡子，係皮削邊、肉質緊、煮出嚟有甘味嘅卡子，係你放心俾屋企人食嘅卡子。對比係3、4百萬農藥。話又殘留，蟲係咁返嚟嘅惡性循環。最後問你，今個夏天你係捲邊條路？甲，繼續買農藥，因為習慣咗，因為唔噴唔放心，因為見到蟲就要立即有動作，哪怕明知蟲2星期後會返。乙，改用蒜頭水。7至10日噴一次，提早建立屏障。皮殼卡子活喺一個蟲唔願意來落腳嘅環境，成本係10幾萬，效果係整個夏天。係留言話我知你捲甲定乙，唔係為咗擺較數字，係因為你打出嚟嗰個字，係你聽到自己嘅養煩，係你決定今個夏天係點種卡子嘅時刻。我想知道你嗰個時刻係咩？楊博阿媽喺廣東鄉下帶翻嚟嘅方法，係一個女人靠雙手同觀察力護住全家人嘅蔬菜園嘅智慧，係唔需要錢買，唔需要任何人批准你用，唔需要任何化學品嘅資證。佢放喺廚房最普通嗰個角落，係你每日都佔嘅東西，但係你唔知佢係茄子最好嘅保護者。而家你知咗，力量唔係喺農藥店嗰個玻璃缽入面，力量係喺你廚房嗰個蒜頭籃入面，係喺你願意用唔同嘅眼光去睇熟悉嘢嘅嗰一刻入面。落心啲，係嗰類，係全部。